好，今仔日是11月16，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12强野球赛，台湾队以5比1打败澳洲，总成绩排第5名，无通比东京奥运，还阁拼明年6手1的资格赛。中华一个国中生拿手偷走2号老爸驾驶了受超过，社会处是表示会协助因申请保护令。国内发生一对50多岁姊妹仔同齐去煮肉毒杆菌，结果煮伤济煞中毒的案例。台湾队今仔日伫12强的野球赛上尾战，以5比1甲澳洲队拍败。这届比赛成绩是赢2场输3场，排第5名，无摕到参加东京奥运的门票，敢若会当搁拼明年4月份6抢1的资格赛。台湾队的总教练洪一中是讲，对大家真失礼，嘛安什么时节。中华队伫世界12强棒球赛最后一战败6中投伫东京巨蛋球场对上澳洲队，由女美选手吴志伟担任先发投手3局下，中华队王胜伟触成球上垒了后，佫靠着高伟杰、王威成的连续安打，互中华队先提分，以1比0领先澳洲队。6局上，中华队换投手由林凯威接手，伊出局了后，互澳洲队威德放出中正外野方向阳春红不让，澳洲队也将比数掠成1比1平手。8局下，中华队展开攻势，甲东华摕到4拍球补上，高伟杰、王威成连续安打，先摕超前分刷落来，林德山攻出3分，红不让将差距扭开到5比1。中华队最后就以5比1打败澳洲队，战绩2胜3败，确定伫本届比赛排名第5，无缘第10强抢下东京奥运门票，这会当靠明年4月进行的6抢1奥运资格赛，前进奥运之路。中华队教练洪一中表示，这摆只拍到6强，伊要向大家会失礼，无定就是拍拼无够，也爱搁加油。伊会向中职会长吴志荣提出辞呈，任务就到这个所在，由因做裁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香港的消息，前几日香港警方弄入去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执法，后来学生先开始抗争。中大示威者伫咧早暗已经离开学校，不过理大所学生全面进驻。甲校外重要的车路和过港磅空拢拆掉咧，嘛伫咧学校出入口设路闸进行安检，要甲学校当作是抗争的基地。这里是过港隧道的前方，可以看到原本都是车辆通行，现在完全没有车。透过镜头，我们看到旁边的收费站呢，玻璃整个被打碎，而且这个内部完全被烧得焦黑。玻璃碎片呢也洒满了地面，然后往前方再看，可以看到监视器，有的被破坏，有的被连根拔起。连接港岛甲9龙的重要通道，过港磅空完全封起来，路的四界拢是路障，车辆无得过。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占领校外2座天桥，警察派出人员徛伫天桥顶，四界看是毋是有警察车挽军，甚至出动将剑手戒备。有学生已经伫天桥顶面大力滚下公路。我们这边应该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们这里理工的位置是比较有个怎么讲呢？有个战略的地位在这边。学校外口路被切断，学校内底个入口也有学生用各种路障拆掉咧，人员也是使出入，不过必须通过安全检查。学生讲，报警察想要来逃生入来，所以讲爱真细腻。我们拍一下你的肾，看一下你的腰有没有东西，看一下就好。因为最近有很多卧底是卧底吧？对，他就进来那些就一直起哄。今日去学校内底，即边是车用的开过路，全部拢路障，离学校外口的物资继续送入来。有一寡所在啊，放着汽油弹这半成品，甲学校真侪抗争的基地，敢讲唔惊香港警察走入来清场咧？学生是也未感觉会惊。进来也其实没有什么办法，但是我们看就是现在就有很多人在这里，他进来的话，就看他们是人数比较多还是我们人数比较多啦。学校内底四界才看到喷漆，也阁有写字，有一寡建筑物外壁玻璃拢破去。旧的特殊不在，也阁留守学生家己来清理环境、安检管理资源，想要来建立另外一套特殊。万一学校最后变做战场咧，学生讲无希望安尼，也阁为着得到香港政府回应5大诉求，因爱奋战到底。记者综合报道。
伫下晡4点外，有一批解放军驻港的部队人员行出军营，到甲路窄清掉。几十个解放军是穿运动衫，有的人甲砖仔搬走，嘛有的人甲铁线拆掉。有男性就承认讲，因是解放军驻港的部队人员，佮回应媒体，目标是爱香港安全稳定，会和老百姓徛做伙。伫咧解放军拼过了后，嘛有消防人员加入，佮有警方的数量小队和防暴警察到现场戒备。因为香港的局势真紧张，举办超过10年的香港冬至游行，今仔日是改用集会方式来进行活动，这嘛是遮尔侪年摆头一摆安尼做。有民众就讲，伊来参加集会，伊的朋友拢替伊真烦恼。We want to support that diversity, and we want to support that unity in the fight for rights, and the fight to stop discrimination, and the fight to realise human rights for all, whoever they love and wherever they are. 身边的朋友会不让我过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但是我没有跟他们说，就自己想来就来了，没有什么阻碍。香港的冬至游行演过拢伫咧11月举行，对维园出发行到中环的爱丁堡广场。不过今年却干那批准用集会方式来进行。再来关心2020总统大选进入上尾阶段，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敢会是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总统蔡英文要是无讲明，有风声讲明仔载顶晡9点，蔡总统就会正式宣布伊的副手人选。今仔日下晡的全国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赖清德就以副手的身份和蔡总统共台。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吴启明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总统蔡英文亲身到场助阵。因为新北市投下三甲立委战况真激烈，唔哪哪日都有杀出候选人，佮有郭台铭甲郭文特联手推荐的李建义。蔡总统唔敢大意，爱大家甲票留给民进党。未来的施政，咱会甲中央会跟地方政府来合作，互咱三甲甲土城的发展搁较紧，搁较好。香港的警察直接冲入去大学的，去掠学生，用催泪弹攻击学生，这嘛是台湾数十年来，就算讲是戒严的时代，警察嘛袂当入去学校呢。虽然蔡总统行程甲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有副手呼声真悬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要同一个时阵做伙来，但是三个人拢讲到香港议题，要求支持者做伙守护台湾民主主权。另外，蔡赖配当时要宣布蔡总统犹原无要讲，但是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买卖厝的代志的争议，伊认为应该爱讲个清楚。要不是因为他准备不周全，要不然就是有刻意要隐瞒一些事情了。不过，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总是要把事情说清楚嘛。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尽速的通知各位。这样，48小时内有可能。不要这样追杀我嘛！暗头啊，蔡总统甲赖清德会伫高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共台，希望会当甲民进党的气势搁救我悬。嘛有消息指出，礼拜早起9点，蔡总统会正式宣布副手的人选。下晡的全国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赖清德会以副总统的身份甲蔡总统共台。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瑜拜六拍拼走新北的行程，重申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佮讲，任何一个总统都无应该要求人民伫咧国家安全和经济都爱两项经一项。又佮批评国民党不分区的入围名单和民众期待都有争差。不过，针对伊放闪的问题，伊讲资料拢公开啊，无愿意佮加讲。韩国瑜拜六新北市走透透，早起参访曾经过一个电竞产业课，加入为刘明才亲身体验电脑竞技对战。按一下 Q 有没有就可以放技能这样子。哇，很好玩，开始打嘞！对。应该有可能到5兆台币的市场，电竞产业，软体啊、硬体啊、竞赛啊、线上啊，还有人才啊，台湾青少年头脑以及这种创意。电竞产业占全亚洲第1名，绝对没有问题。而韩国瑜的竞选手帮压入去学校内底，被质疑是不是违反学校行政中立。而下晡是连续走新北市议会加新庄树林2场造势活动，加青年座谈是搁再讲到台湾安全、人民有钱是做总统的目标。任何一个总统拢无应该逼台湾人民在国家安全加经济发展内底来选择。我们这一次的不分区名单公布出来，我大概有几点看法。第一，这个名单跟一般民众的期待是有落差，也是最重要的。
国民党的未来一定要走向改革的道路。国民党所有执政的团队以及监督的在野团队，都要能够苦民所苦。而针对国民党无分区名单，伊也坦白讲无满意，呼吁国民党必须走向改革，栽培少年人。而有关伊的房地产问题，伊讲应该交的资料拢补充完啊，无搁加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名单顶部进行中央委员董义权的投票，党主席吴敦义是以127票顺利过关。不过，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敢若摕到57票，全予人否决。另外，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就予人问到讲，对国民党不分区的名单的看法，伊感觉名单的人毋若老立场搁活中国，啊若民进党的名单，伊回应歹势讲是分赃。国民党不分区靠位前早起进行中央委员董义权投票，下手到第14名的党主席吴敦义，摕到127张同意票顺利过关。不过最后一刻确立名单的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亲像无收到通知，赶紧赶来会场，却得到被否决的结果，让伊真无奈。同意票只要过半，依照我们的规章，它就是通过，没有说每一张票都要同意的，我们不是集权国家，所以你很满意吗？这结果？好了，谢谢。你很满意？我不能讲满意，任何人都不会完全满意。张显耀不会不来报告，也不会不来自我介绍。在这里，我对党中央致歉，再一次，我向党中央来申复。平汉大众的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列至第15名，因其被中央绑架即期，从政党票报告登记，所以有考虑退出不分区名单。国民党的不分区名单纷纷扰扰，民众党的不分区名单是还未公布，也毋过却传出成功集团的吴新盈有意抢进。郭文哲证实是伊有意参与政治，家己报名，同时也评论拿了不分区名单。一开始国民党那个是又老又红嘛，后来又改了一阵子。我说国民党的部分就是觉得跟这个社会有点脱节了。那至于民进党那个就是派系角逐嘛，那个叫派系的那个，我也不好说分赃了。退出2020总统大选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积极布局立委选举，再去陪同郭家军、李正英拜票。对于幕僚刘佑东也表示，贵党确实有考虑离事，对此郭台铭做出回应。2020先过了再说嘛。我昨天有跟蔡壁如通电话，不但不开心，他我们约时间，我今天下午还要跟他的人。过数合作结盟，态势确定。不过民众党不分区名单由郭家军、郭台铭双边地保的行为传出，外电也有人不管郭台铭后人也讲下昼也要甲民众党的人翕相。记者综合报道。有咧进行医学美容的民众，就爱细腻。国内发生头一层，那像是肉毒杆菌素注伤济血中毒的案例。台北荣总进前就医到一对50外岁姊妹啊，因为着要甲撩痕消掉，转找一间个人的工作室，注来路不明的肉毒杆菌，结果身体却无爽快，甚至搁爱住院。千万唔通做来路不明的肉毒杆菌。今年6月底，一对50外岁姐妹啊，为了消毒胶盆，到台北市某一个私人工作室做肉毒杆菌，结果小妹啊目睭皮压袂起来，也只是出现吞物件困难这症状。前后住院3礼拜才出院，到即马4个月岁，也只永远无法度正常食物件，干来用插片胃管来灌食。比较可能会发生就是说你可能用的量太大。或者说你的注射的这个可能像这个案例，我可能根本就是一个密医。受治病例台北荣总表示，肉毒杆菌素是一种神经毒素，会引起严重神经麻痹症状。常常看到中毒是因为患者被肉毒杆菌素污染的食物所引起，比如家己做的生的物件、豆干真空包装等等的物件。这几年来，伫医美顶悬，利用伊的神经阻断特性，用注射方式改善胶纹、三面等等。不过，卡数注射伤过头，可能会被喘气死亡。去年年底，其实我们就有公布过一起，那一个民众他是到中国大陆去，所以应该是说这是首起是在国内接受这样的疗程而引起肉毒杆菌中毒的案例。疾管署提醒，肉毒杆菌素并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比如有心或者是饲龄中的妇女、有神经疾病患者等等，都无适合来做。而且建议民众爱去有认证的医美机构或者是病院，才有保障，才袂开钱割伤身体。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地方的消息，中华有一个国中3年的学生，那像因为偷走学，和老爸驾驶，引起路边民众的注意，转报警。老爸讲伊干那用手教囝，毋过囡仔老母说讲，因翁伫厝内定定就会起骹动手。中华县的社会处嘛表示会协助因申请保护令。街仔路有人伫哭，引来民众的注意。原来是一个老爸伫街仔路对家己读高三的囡仔一直拍，因我妈妈都唔敢去喂，干那徛伫边啊。不要哭了，阿姨带你去报警，乖，不要哭，走，不要哭。就算小朋友不上课，他也不能这样打小孩。内心民众看袂落去，带着囡仔来到派出所，因过这当时拍囡仔老爸也到位，摕着手机反修正，也当着警察内面，搁再来出手拍囡仔。教囡仔袂使安尼拍，你摕棍仔拍哦。我无摕棍仔，我摕棍仔，我是用手甲拍呢。啊，你甲拍到遐大，我就看哦。查甫人讲，家己只是驾驶囡仔，也激怒人卖机关用事。警方了解，这个高中生进前就捌走学，无去读册。伊老爸啉烧酒了后，就情绪无稳定，某囝定人拍。打不停这样。他会打你吗？也会打你。他说，如果我挡他，他就乱打我。我们关心之后，如果确定真的是过当的话，或许我们会来协助来申请一个保护令。社会局讲，敢若是驾驶超过，会协助申请保护令。不过教界团体认为，囡仔伫过路上遭受暴力对待，若无到达到教育效果，自尊心也已经受到损害。社会处这边不能够很单纯的说他只是管教过当，他们应该要去评估看看那个身心状况，而且他是不是高风险家庭。他如果高风险家庭的话，社工就要定期的去了解家里的状况。教育界团体也认为，应该评估是毋是高风险的家庭，并且进行心理的咨询。即阵这个囡仔暂时是交予亲情照顾，而拍囡仔老爸也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澳万台吊桥发生查甫囡仔涉事的意外，引起社会关注。伫咧南投埔里，嘛有2座观光吊桥出现问题，像观音生态步道吊桥，进前因为受到风台的影响，风比较大，草是发甲规四架，佮互人偷倒粪扫。那另外一座观音水墙吊桥，安全护网是破去，嘛引起安全的疑虑。满满粪扫放满步道周围，看起来真垃圾阁乱。而吊桥入口被杂草砍掉的，无法度想到，这是当时真正的观光景点——埔里观音生态步道的吊桥。这个就是入口，已经堆满杂草。而另外这座观音瀑布吊桥，也是有民众行伫顶悬，不过详细看卖啊护栏，虽然加了护网，也是有真侪所在拢破去，空棚嘛上冻垮，民众行个提心吊胆，烦恼日前发生伫澳湾大吊桥意外重演。这个没有铁，它没有封住，没有铁封住。如果有呢，小孩子他肯定会好动嘛，他可能掉下去了。目前南投埔里拢总有5座吊桥，早年因为属于媒体流局，大部分是交通运输来使用。随着年代真久啊，3座渐渐失去交通的功能。而观音生态步道吊桥、甲观音瀑布吊桥转型观光，其中观音瀑布吊桥兴建伫80年代，92了开放民众来使用。观音生态步道吊桥伫105年风灾桥面受损，加上通水断面不足封起来，变故了后不再修复，拍算要来拆除。地质的关系那如果说是在这个比较异常的天气台风的时候，还是会崩落这个两边的那个岩石所以我们就认为说那个海鸥是会宠物致灾，就有一定的危险南投县府表示，2条埔里地区主要观光吊桥拢有伫第14线上跨过媒体流局，其中观音生态步道吊桥边坡无稳，再就是修复的难度真悬。而现有观音瀑布吊桥为伫县级风景区，除了甲县府申请经费来加固，嘛将会强化甲周边景点的连结性。记者南投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台南的消息，台南市北门区集水溪出海口北边的乡村海岸，受到海水侵蚀，致使海岸线倒退，早风的林地流失，危害到乡村地区。地方民众就要求相关单位要赶紧保护海岸的山线。那主管单位第5河川局是讲，会先做因应的措施。今日伫台南北门集水溪出海口，眼前看到一片的沙滩，但是这原本拢是红拿，而这的红拿，煞因为抵袂过长期的海水冲刷，海岸倒退是真严重。这涨潮开喎，佮爬落来，再佮扣落来，扣落来了，再顶悬就落来啊。打捞的时阵，海水是已经逼近到红拿，甚至连海巡的哨所嘛拢已经无人，
就会使证明海岸倒退是真严重。当地民众讲，过去沙洲的海岸大约300公尺长，去年搁伫个100公尺外口，但是今年是已经到下骹。当地民众嘛非常的烦恼。较热，即摆就是刮入来内底，刮有头100外公尺啊，所以这毛风已经拢是陷落啊。这嘛较危险啊，咱这无做袂使啊，无做，即摆这算头危险啊。这1、2年来，沙滩流失大概至少有300公尺、300-400公尺以上。我相信这个地方可能到明年台风来的时候，那个整个冲过去以后，整个我们双村那个部落村落里面可能会造成人命跟财产的一个很重大的损失。对此，主管单位水利署第5号选局是表示，对于海岸的养护，拢有规划甲计划，同时嘛无定期的探测。而针对北门乡村的海岸，近期将会做防护措施来营运，未来佫邀集相关的专家学者来做长期的养护。那初步的工法大概会以离岸浅堤或凸体部分来做一个妥适处理。乡村海岸北边有北庄溪的出海口，南边有一水溪的出海口，是属于沙洲的海岸，长度有6公里。但近几年嘛，因为西南气流甲海水冲刷的影响，互这片美丽的沙滩美景不在，民众嘛盼望相关单位会当尽速来解决，除了保护海岸线之外，嘛保障人民的性命财产。记者王振훈台报道。再来关心国际消息。印度国家首都区因为附近白色的农民烧柴草和另外一寡原因，地区空气的污染一直恶化，空气品质指标嘛冲破46，达到危害等级。当局是宣布学校停课，实施单双日车辆限行的政策，希望对减少空气污染了有帮助。规个城市敢若雨雾大条咧，亲像伫个真大的毒气室内底。印度首都世界，包含德里甲新德里，因为人均成分的农民烧长拐打草的原因，造成空气污染全面恶化。空气品质指标 AQI 一度超过460，达到危害等级，是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空气污染标准的9倍。为了保护囡仔健康，新德里政府宣布10、15、2天学校停课。दिक्कत तो है बहुत ज़्यादा। मेन चीज़ ये देखने को मिल रही एयर पॉल्यूटेड है इतनी, उसके बाद भी काफ़ी सारे लोग मतलब मेजॉरिटी में लोग जो हैं वो मास्क नहीं पहन रहे। 16早起天顶看起来甲过去比较虽然较清朗一寡，不过空气品质依然维持在危害等级。चश्मा अगर उतार के चलो तो आंखों में जलन सा फील होता है, इसलिए बड़ा मुश्किल है, ख़ास तौर पे तो बच्चों के लिए। समझ में नहीं आ रही गवर्नमेंट इसके बारे में तो कुछ कहती नहीं है। 印度气象局讲，因为气温甲风速降低，造成空气中的油的葡萄粉无度散去，所以讲前几天空气品质是真歹。不过拜六开始，空气品质稍微较好一寡。आज तो थोड़ा बेहतर है पहले से। पहले बहुत ज़्यादा पोल्यूशन हो रहा था, चारों तरफ सांस में तकलीफ हो रही थी, गले में इन्फेक्शंस और आँखों में इन्फेक्शन, बहुत सारी दिक्कतें सामने आ रही थी। अभी हवा चलने के कारण थोड़ा पोल्यूशन हट गया है। 首都区协护军的旁遮普省这农业省，长期以来农民烧农业废弃物问题无度解决。旁遮普省政府已经讲会尽力提供机器协助农民清除田内底长拐甲打草，也继续实施单双日车辆限制政策，希望小可改善空气污染的现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湾各地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早暗气温是较凉冷。不过明仔载开始，北部、东北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会转做有局部低准雨的天气。后礼拜一锋面通过，和东北季风加强了后，北部和东北部天气会转冷，低温干那有16到17度，其他地区早暗嘛会变较冷。咱明仔载天气安怎？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9度。中部地区17度到29度，南部地区18度到30度，东部地区20度到29度，离岛地区19度到29度。未来3天的气象。
新闻最后带你来日本看古水的宠物办公室。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Thank you.